台湾有真侪代理教师做代理教师的年资甲经验，敢有法度亲像正式教师共款，直直去薪水计算条件内面咧。目前各县市的规定拢是无共款，有代理教师认为因的工作内容甲正式教师是相像的，说是由地方政府家己决定两个族群的待遇敢要共款，认为这已经违反着宪法的平等原则，才会去申请释宪，今仔日开辩论庭。教师待遇要以法律来规定，但是当时我在新北市发现职前年资不提序的时候，新北市它是用新北市政府自己订定的一个行政命令。代理教师张凯翔2017年要去新北市中和高中做代理教师的时，学校甲伊讲，伊进前的代理教师年资按照教育部甲新北市府的法规，袂使摕来讲薪水。张凯翔发现代理教师虽然甲正式教师做同款的工课，但是年资敢无法度亲像正式教师同款通累积，爱看各地方政府家己规定。伊认为无合理，所以去申请释宪，12开辩论庭。你的实际工作内容究竟跟正式的教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代理教师因为是全职代理，所以跟正式专任教师一样，在学校的工作时间都是每周5天，每天8小时。以我的经历，甚至有2年还兼协助行政。张凯翔表示，目前只有台北、金门有完全承认代理教师过去的年资，其他的县市可能是部分承认，也是完全无承认。教育部表示，因为代理教师的薪水牵涉地方政府的财政，爱互各地方政府按照财政状况决定。即便在同一个县市里面，它有比较市区的地方，那么也有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所以就会有很多必须要弹性去运用的这个人力。所以以裁员整块的这个分配来讲，就是应该是要容许给地方有一些空间跟权限。宪法法庭表示，判决上久5个月以来通公布，即卖因为少简化学校烦恼学生减少，地方政府也以财政困境为理由，就无愿意开正式教师的课，电脑增加代理教师外卡另外的人力。代理代课教师产业工会批评，这款做法是影响老师劳权甲学生受教权的借口。这摆释宪只是甲代理教师应该有的权利摕转来，也望各界爱看到背后更较大的结构性问题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